林本基金会指出，讲台北市一间高中的球队有助理教练甲学生谈恋爱，佮发生暴力的事件。有学生向市政府检举，佮互总教练威胁讲爱踢案。丁真玲今仔开记者会，指控讲市政府内底有人涉密，造成学生真大的压力，要求爱调查处理。公然威胁大家，再让我听到这件事，他就要杀人了。哦，不是开闸。用1999检举学校球队，好亲像牵涉到性兵事件，结果球队的总教练、防护员甲教官，煞快速知影消息，佮向学生囡仔施加压力爱踢案。我要撤销这3件，你的案件编号有一个是昨天晚上传的 W10112，我这边都有，是0012，你有3包？你还很会骂，很会讲哎。人本基金会顶礼拜召开记者会讲。台北市某一个高中的合球队，一个姓戴的助理教练甲女学生发生感情，互其他的学生检举，结果资料煞外泄，致使引起教练威胁踢案，学生甚至佮拄到霸凌事件，受到真大压力。明明很多人努力了那么久，却因为自己不受他女朋友喜欢而被换掉。很多人都知道他们被停职的事实，但却看到他们继续出现在体育组。并非性平业务的窗口，为什么会得到讯息？是谁把讯息告诉他？已经有太多的事件用所谓的师生恋来带过，性平会都调查，都会是他违反专业伦理，是可以解聘的。人本搁再召开记者会，搁找到市议员协助，批评市政府内部有人泄露秘密，才互检举资料外泄。教育局甚至以检举人踢案为理由，无依法要求学校随处理性平事件，这根本是代志甲暗号。承办同仁跟他主管对性别案件的敏感度真的太低，也不够专业，可能有师生恋。也应该立即启动性平通报跟校安通报。我们会由政风室是不是有透过教唆或者是怂恿学生撤案？教育局表示，后续的案件会由正方式处理，无论最后是行政处罚还是停聘，拢会确实执行。无表示1个月内会当有初步的结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